南摩第30多劫羌佛遣是邪恶见和错误之见，摘自南摩第30多劫羌佛缘法音开始。第46条，任玄弄神奇空说法理不测金刚力。有很多人都喜欢玄弄神奇，常常说，你看我在这儿修法佛光展现，你看我在这儿修法雾气横生，你看我在这儿修法山神礼拜，你看我在这儿修法树上的树叶都掉下来，你看我在这儿修法甘露从树上下来。结果那是下的雨，什么空中的彩虹又如何啦等等，那都叫虚幻图形，那是不实虚妄，都是错误之见。玄弄神奇空说法理，把空洞的理论讲得头头是道，反正外行人是听不懂的，错误连篇，他们也弄不清楚真假。这些为师者的目的在于收供养钱，而你也不知道去测他的金刚力。他要收供养，你就一定要测金刚力，不够师资怎么有资格收供养呢？最高的金刚力测试就是隔十剑坛，接下来还有3部金刚力。我惭愧没有金刚力，所以不收供养。在解脱大手印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完整的6部师资印证，这是必须的，不可更改的，我就不在这里讲了。第47条，认为受灌顶学法修行不成就，认为自己没有受过灌顶，学法修行肯定不会成就，这是错误理解。虽然没有灌过顶，只要你皈依了，学了真佛法，如法的修行，一样的会成就解脱。只能说有良师指导是最好的，比较不会落入邪见和错误之见，但不一定非得要灌顶，修行学法才是重要的，学法修行才是要领，灌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。当然，有的法是必须要经过灌顶才能传的，尤其是净行，但未灌顶不一定就不能成就，只要如法修行就会成就。解脱大手印就是最好的法和行修。第48条，任金刚菩提灌顶师无预言。金刚菩提灌顶是大灌顶之一，许多人认为金刚菩提灌顶以后举行依下仪式就算完毕，不做圣音预言。金刚菩提灌顶重在于圣音预言，这个法绝对是大阿堵离才能举行，普通阿堵离法王们举行不了的。灌顶时，先将250颗点有白点的菩提丸和250颗点有蓝点的金刚丸全部混在一起，成为500粒一装，每一粒完全一样大小。有500个受灌人，让他们每个人自己去摸取1颗丸，每个人自己摸的是菩提丸还是金刚丸，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，因为有法器遮盖住，而且丸上的蓝白点非常小，比头发尖大不了多少，不容易看清，更何况根本不准看，摸到1颗，手就直接在暗杖中装进法管封起来了，然后再拿出暗杖。而举行金刚菩提灌顶的这位大阿堵离，要把菩提金刚种子给每个人种上，这个因缘种上后就永远不坏了，即便受灌人今后造诸恶业，堕落地狱，地狱恶报满了，他一样能返回来接上这个法缘。那么怎么知道菩提金刚种子种上没有呢？不是那阿堵离口说种上了就能相信的，真正的大阿堵离此时会很谦虚，他不会说啊，行了，今天给你们种上菩提金刚不坏种子了，就算灌完顶了，快把供养给我就行了，没有这回事的。而此时大阿堵离他会说，弟子们，现在我要给你们印缘起了，看缘起种上没有，我会把你们500个人分成2队，分在这一边的是菩提丸，分在另一边的是金刚丸，但是你们现在不要打开法管看。装住菩提金刚丸的法管是封住的，是弟子们自己摸取1颗丸装进去以后密封，
不是大阿肚离发给他们的。装完之时，大阿肚离距离装完处至少30米甚至上百米远。弟子们装完后，经修法，大阿肚离就点注名字说：某人坐右边，某人坐左边，某人坐左边，某人坐左边，某人坐右边。他会把所有的人分成2边排开，一边250个，然后他要宣布某一边拿到的是菩提丸，某一边拿到的是金刚丸。这个时候一声法令下，打开法管看，所有人马上打开一看，全是大小一样无差别的红色丹丸。再非常仔细地查看，果然正如大阿肚离所预言，坐在某一边的全部手中拿的都是有白点的菩提丸，另一边的人拿到的全部是有蓝点的金刚丸，这就叫圣因预言。因此凡举行金刚菩提灌顶却没有圣因预言，而行人认这种无预言之灌顶师为金刚菩提灌顶大阿肚离，这是错误之见，因为这是假的金刚菩提灌顶师，不是具真正大阿肚离师资的人。第49条，认皈依受戒后为皈依境。认为今天给你举行了皈依了，也给你受戒了，这就是皈依境了，这是错的。皈依境要分3种：皈依境升起次第，皈依境圆满次第，皈依境生缘不二次第。皈依境的升起次第，当场就要看到皈依境升起次第的实相圣境展现，所以认为受戒就是皈依境，是错误的知见。无论师或徒弟有这样的观点，都是错误之见。第50条，认不识虚幻图形是圣迹。有人经常搞这些名堂，什么昨天看到1堵红光出现在我的屋里啦，昨天我的香老半天都没有燃完，其他几支都燃完啦，昨天我供的水又变成什么莲花色啦，昨天我出来的时候一只乌鸦又在我的头顶上叫啦，什么一朵彩云又变成佛菩萨像啦，什么一道彩虹又围住某寺庙，一定有圣法啦。我修法的时候一群乌鸦在我的房子上来，我修成大黑天啦，做梦佛陀又来给我摸顶啦等等，完全胡说八道，虚幻图形。记住，这些都叫虚幻图形。什么月亮上有一圈叫佛光啦，其实那叫虚幻图形，那说不定是雨或雾气造成的。当然有时候它要应某种因缘显一点圣迹，但我们不能认为它了不起。那么到底哪些是圣迹呢？比如华藏寺举行迎请关于我的那本惭愧之书的法会的时候，天空出现真正的佛光，而且万里晴空雷声雷动，玉兰花树降甘露不止，那不是虚幻图形，那是真实的。圣意玉佛法会上，天龙喜笑，烈日高照，暴雷乍起，几千斤重的水2个人就抬起来，那就不是虚幻图形，那是活生生的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3圣德之一路东赞法王取法物，这就是实在的。开出仁波切和阿寇拉摩仁波切金刚丸掌中跳锅庄舞，突然飞影不见，捉火定视线，金刚换体禅，这不是虚幻图形。所以什么火化的时候出现莲花，出现佛菩萨像，出现了卡章嘎，不要相信这些鬼话骗人，全都是虚幻图形。除非捡到真格舍利子或坚固子，这不属虚幻图形。第51条，认密法最高。认为密宗佛法高得不得了，密法比显宗在义理上确实深了一步，因为于经变实修的关系，但在法的成就上它不一定是最高的，主要其中还有一个相不相应的问题。第52条，认显法最低。认为显宗的法是最低的最差的，不如密宗，凡有这种认为就落入错误之见。佛法84000门各有应机缘起，只要不是邪教而是佛陀说的法就是好法。第53条，认病者不需吃药。
认为我们是学佛的人，病了不要吃药，因为我们依靠佛菩萨，佛法会加持病愈，这是不正确的，是错误之见。第54条，认为只有念佛往生净土。认为因阿弥陀佛的关系，只有净土宗的念佛法门才能往生净土。其实阿弥陀佛是密宗的部主，很多人不了解。而且阿弥陀佛也是任何宗的佛陀，他不是个别宗派的祖师，他是佛陀啊。所以不是念佛才能往生净土，修任何法，你求往生净土，修成功了也往生净土极乐世界。第55条，认禅宗才能明心见性。很多人都认为只有禅宗才会明心见性，除此别无二路，这是不对的。任何一宗都会明心见性，修到那证悟程度就明心见性了，悟到了证到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解脱。第56条，认头上插吉祥草不见10香到果开顶。这是一贯的现象，经常看到有人在头上插一根吉祥草就说是开顶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那个吉祥草比竹签还要硬，那种情况有开顶的，也有没开顶的，头上插吉祥草不一定就是开顶了。如果插了孔雀尾，那就是开顶了。但那种开顶不是金刚换体禅，那是破阿法开顶啊。密法里头有光明破阿、观音破阿、文殊破阿等，光明破阿在密宗里头算是最高的法了，但是金刚换体禅比它高的太多了。这两种开顶的佛法不同，破阿法开顶后神识不能出了又入，而金刚换体禅神识出了又能进入。但金刚换体禅一名他空顶禅，是以10轮金刚作为法源基础修持，10轮金刚修到相当程度后，这才可以修10轮最胜无上绝密法金刚换体禅。金刚换体禅修成功后，必须头顶内骨、膜、肉、髓均开大口，神识出没，否则就未成功。有一位活佛说，我就是修10轮金刚的，怎么不知道金刚换体禅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以你的修正还不具备修绝密法金刚换体禅的程度，所以不能接受金刚换体禅的教授。这一部法必须要修10轮金刚修到相当成就的正境之后才能涉猎，因此更谈不上进行灌顶这一步，所以你听不到这一步绝密境的法修。正因为如此，目前你的头骨、脑膜、骨肉都是关闭住的，如果你不信，你也去照一个核磁共振，你会亲眼看到你的头顶是关闭的。是关闭头顶的正量高，还是打开了头骨的正量高？不用说都明白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修10轮金刚已经是密乘里面最上乘的佛法了，你不一定非要证一个体外神识他空观的禅境。第57条，认受法后证到量不知供养师。有的人接受了根本上师的传法灌顶，甚至他本人已经证到道量了，修增益福慧资粮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感恩于师，若无其事，似乎这是上师和佛菩萨们欠他的，应该给他的。他不明白根本师是今后解脱法源之种子，这个时候的根本师最重要，他必须要知恩报恩供养师，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重，要以佛法为重，因为受了法，成就了，这是根本师的恩赐，这一点非常重要的。我不是要你们供养我，我已经公布不收供养，但是佛法法义律规我必须这样依规说法的，这是如法而讲。话又得给你们讲清楚，其实你们供养我是应该的，我传了你们的佛法，受你们的供养是理所当然应该的，为什么我不收供养呢？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处境生活，一句话，是为了给你们节约一点资粮，出于悲悯之心而已，所以我发愿不收供养，无条件为你们服务，利益你们。
你们幸福增益了，就是我要的供养。第58条，任平淡五明是大圣德。一个人五明平平淡淡，但有的人说他某些方面很好，所以是大圣德，这不对。要明白，大圣德是大菩萨，地球上找不到几个。想一想，凭大菩萨的智慧，他的五明竟然是平淡无奇吗？还不如世间上的人吗？大菩萨是何等的智慧啊！世间的五明对他来说是智慧中的雕虫小技。所以，只要你认五明平淡的人是大菩萨、大圣德，就是错误之见。第59条，任有阐提心行者是高僧。有的高僧地位很高，声誉响亮，但是他曾经想自杀，或者很难过不想活了，都是阐提心行。有了阐提心行，阿弥陀佛都不接引，怎么会是高僧呢？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都不是高僧，这是严重违背佛陀教戒的。第60条，任证明心见性，不敬佛菩萨供像。认为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，彻四大皆空，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那泥菩萨何足道哉？所以进到庙宇根本不礼拜，这是不对的。要供养佛菩萨的画像塑像，佛像必须要拜礼，无论你怎么明心见性，必须要设供，要尊敬，这是事香。如果不尊敬事香，已经落入空妄妖魔，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之见。这一条基本上是列入邪恶见中的。第61条，任大菩萨不生病。认为那些最大的大菩萨不会生病，大菩萨一样的生病。黄聂禅师就是大菩萨，很多大菩萨都生病。弥勒日巴祖师也中过毒，他也是大菩萨。大菩萨同样要病，而且有时候还为众生得病。维摩诘尊者就是这样，众生的病一天不愈，尊者的病就一天不好。我倒是几乎没有生过病，但是现在生了非常大的病。这种大病呢，我没有功夫本事治疗它，不如陆东赞、妙空他们来一个金刚换体，当下神识与病两分，开出仁波切来一座拙火，在肉体上就解决，什么病都无影无踪。所以我说我不如他们，我也不多说了吧。众生啊，我就一句话，我希望众生无病，一切都是幸福美满的，好好地成就，就这么简单。第62条，任弟子坐高于上师圣德位。有的弟子他坐的位置比自己根本师的位置还高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或不在意，这样他已经落入错误之见。或者旁边的人看到他这样却不说，也受同代之黑业，是无有福慧增长的。第63条，任佛书佛像低安高僧大德座位。把佛书佛像安置到低于高僧大德座位的地方，无论是什么高僧大德，佛书佛像都要高于他的座位，这是必须的。凡是犯这一条，也是落入错误之见，所修一切法皆成幻影。第64条，任圣德不敬供方神地神。有的圣德确实是一个真正圣德，但他不敬不供养方神地神，看不起他们，认为他们很小，算不上什么，这种心态是错误之见。为什么？方神地神有时候比起有些众生更好更善良，他们本来就是众生，我们利益他们是我们的职责，他们都是六道父母，所以同样要供养，而且要非常真心地立功。第65条，任佛菩萨身份入庙不拜圣。无论是佛，无论是菩萨，到了庙里就得要拜圣，一定要拜。我就算是真正被认证的第30多节枪，其实认证不认证对我来说根本无有增减，重要在于实证说明问题。但我确实非常的惭愧，
我也很注意这个礼节。有一次我到华藏寺去，我进门就开始礼拜圣香，一直到大殿。有人竟然说，第30多节羌佛怎么会拜圣像？他们不知道，十方诸佛都要为众生做楷模，必须要拜，不拜是错误之见。任何圣德都要为众生做楷模，尤其是佛陀们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说不定他过了一个土地神的桥，他都要礼敬一下土地神，感谢他为众生护佑。因为佛陀是谦卑的最胜楷模，更何况我这个惭愧之身。